今日哈来到台北市二丰门的黑国民党提名给台北市总长线营连胜文参选人您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最近勤于走访基层哦，还有 Working State， 试图去体验每个不同行业的乡亲他们的工作状况、生活状况是如何？那您要不要跟我们谈谈您对台北市客家有什么样子的印象吗？是，其实我们在台北市有很多客家籍的里长哈，那也有不同的这个客家的这个聚会跟团体哈。那我们之前也在我们金源总部对面的这个客家餐厅里面有跟很多客家界的长老所以应该说长辈了，不能说长老，长辈有聚会过，那么也有讨论过一些有关客家我们这些族群所关心的一些教育文化上面的议题。那我其实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这个客家文化的魅力，并不是因为这一次选举才开始哈。那我可以看，这次选举过程当中，当然我们遇到了很多台北市的我们客籍的市民啊。那虽然说不见得很明显说他是这个客家人，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感受到很多朋友跟我们很多想法。但我们第一次是在苗栗公馆我们第一次接触到客家文化。是在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你可以想象到说这个，对我们来讲印象有多深刻。对我们来讲，这个客家文化给我们的这种感受跟这种印象的这种之深到现在我都还记得。1999年12月大概18号还是19号，我们去苗栗的公馆。那个时候刚好我父亲在选举，在参加这个总统大选。那时候苗栗公馆有一个福菜节，我不知道您大概，我想您一定知道福菜，我不知道客家话叫什么佛菜。重点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当然那是一个客家的一个乡嘛，那跟台北是完全不一样。像我们刚刚讲，以台北市来讲，我们认识很多里长、很多基层干部，也很多客家的这些团体。可是这台北市来讲，如果你不仔细去听，或者是仔细去分辨的话，你其实很难区别说谁是我们客籍的，谁不是。但是我们到了苗栗，那就很明显，那是一个客家乡。然后我记得印象当中，他们拿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池子然后把很多福菜采下来，然后我们要把裤管卷起来，跑到池子里面去采那个福菜。然后看很多年轻人很多小孩子，很多长辈。都来，而且大家很使劲的采，那这其实是一个已经算是一个有点像嘉年华会的这种活动。但是我后来了解到它的意义，我就觉得这个实在是非常有趣它这是一个客家人代表客家人精神吃苦耐劳的精神也就是把福菜采下来之后来去腌嘛，对，腌了之后可能冬天的时候过冬的时候可以拿来吃，所以大家都全村。当初他们跟我讲说，整个全村老少就是一起来采福菜，然后变成一个非常有传统的活动。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只是客家人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你知道吗？只是说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透过客家的这个传统，完整的呈现在台湾，而且呈现在台湾的苗栗。所以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令人这种感动的客家文化。那后来再加上我这一次选举，那么我们在台北市的各大街小巷，因为我们这些同事告诉我们说，台北市有60几万的客属的这个市民那我们也因为这样子选举过程当中又接触到更多的朋友，所以对这方面了解也比较深入。您刚刚提到，其实台北市在都市里面客家真的，因为大家长得都差不多，没有特别的特征，所以不说其实就很难知道是客家人。那台北市客委会其实也蛮积极，会一直举办活动。那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据点，就是台北市的客家文化主题公园。那未来如果您当选市长，您觉得现在这些是不是足够的？还能怎么做？好，在这个我们基层访谈的各种过程当中。我跟很多客家的朋友，事实上不是只有台湾，还包括海外的客家朋友。我感觉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客家语言这个语言所代表的这个文化，跟它语言所代表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客家的传统的保存跟这种发扬，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议题。那当然，我想说，怎么样能够把客家的语言透过教育的方式，透过一种生动活泼
或者是透过这种非常容易接触到的这样子一个环境去把它传承下去，我觉得这会是一个重点哈。所以像我们很多同事告诉我们，我们很多基层的这些里长啦，或者一些客家级的这些我们各地的这些客家团体的负责人都跟我们讲，就是说希望市政府在未来能够协助我们客家的乡亲在语言的传承上面做出一些贡献，比如说我们讲学语言，其实黄金时期越小时候学语言越好，像我现在学就有点太迟了，讲实在话。那如果我们可以帮助比较年轻的第4代或第5代、第3代、第4代、第5代，就是更年纪轻的，比如说现在0到6岁，或是甚至小学的这些我们客家籍的这些小朋友们啊，能够去有环境可以去学习客家语言，或者是接触客家的事物，我觉得这个对文化保存以后是第一步了啊，因为语言的学习越年轻越好。所以我在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每一个区啊，就台北市的每一个区，我们目标是这样的，每一个区能够设立一个客家的亲子馆哈。那这个客家亲子馆当然也不是只有提供给我们客家籍的小朋友，就一般市民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一个活动的空间，去接触到有关客家族群的语言，然后它的一些创意文化，还有它过去历史上的一些故事。因为我想客家的这个族群，你从当年中国大陆梅县，现在梅州啊，然后福建龙岩这一带，然后一直到香港、东南亚、台湾，甚至北美，我想这个客家族群全世界都有很多故事是可以拿来告诉我们台湾的小朋友，就说客家有很多典范啊，客家的族群从过去历史上的这些人物，到现在来讲有很多成功的这些故事，我觉得这些都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亲子馆的一个设置，把客家的精神跟我们作为这种人文的典范啊，很多人文故事教导给我们小朋友，不是只有客家籍的小朋友，还包括其他族群的小朋友，都可以因为这样子去学习到很多东西。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说一个区能够推动一个客家亲子馆的建设。那当然，我们可能会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空间里面多了很多这种，比如说多媒体的一些互动式的教学，或者一些比较好玩，就是让大家觉得客家文化可以很轻松的、很容易的可以去接触、可以去理解、可以去融入。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将来的一个目标。您刚刚有提到语言最重要，那除了语言之外，其实在都会里面要凝聚客家乡亲，活动其实也还蛮必要的。那刚好您的对手在客家会委会成立的时候，他也有提到台北市其实很重要这个义民祭，就是也是在地重要的活动。那他有提出说，其实不见得是要政府来主办，政府只是负责出钱，民间来办。那您对台北市将来要举办义民祭，您觉得理想的状况？我想义民祭这个，我们去过新竹那义民庙，那是客家人的这个信仰跟这个我们讲宗族的一个中心哈。那个我印象深刻，我们在那时候在那里办了好几场这种各式各样的活动，有政治性、非政治性的活动都很多。那我们想法就是说，未来可以在台北市成立建设一个所谓义民爷文化会馆，就是把义民的祭的这样子的精神，我们找一个地方。那我们现在想法就是说，也许可以在内湖哈，因为内湖的这个焚化厂已经要除役了，那个地很大，8公顷多哈。那也许可以再利用一部分的这个设施或一部分的这种空间呢，去把它改造。去把它这个重新的优化、重新的设计，然后甚至来讲说，我们做一些这种比较现代化的一些设计，配合我们刚刚讲的一些客家籍的这种文化传统的这种保存的一些这种比如说多媒体的啦运用啦，或者其他方面运用，把义民爷义民文化会馆，我们把对不起，应该说义民爷文化会馆这样子的一个中心设置在那里。让台北市的市民，不只有客家籍的，包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了解，然后参与有关义民祭以及有关义民爷的种种的这种我们从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这种客家的这种非常好的一种风俗跟习惯，这是我觉得比较实际的一个做法。其实现在提到要新建新的馆舍，其实还蛮多人会担心成为文字馆。那台北市现有的，譬如说主题文化公园跟一些客家会馆，它有没有办法？我在想
这种会馆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办艺名季而已哈。我们希望台北市能够成为未来一个就是台湾本地客家与国际客家的一个结合的平台啊。为什么我这样讲？我可以跟你讲个故事哦。我在香港的时候，我认识很多香港的客家人，因为他离广东近嘛，梅县嘛，就是现在梅州，然后龙岩啊，包括我们国父这个中山县这边都是我们这个客家籍的这个很多乡亲在那里。然后呢，我这些香港朋友呢，他们从小是受英国教育，所以我讲广东话，然后家里面讲客家话，然后在外面讲广东话，工作的时候讲英文。那我呢，在香港工作，可是我不会讲广东话，我只能讲英语，所以变得说我跟这些香港朋友见面都要讲英文，我们在沟通事情要讲英文。其实我印象很深刻，就有一次啊，他们在开一个这个好像是客属的世界客属的大会，好像在香港举办。就我几个朋友，台湾的朋友来香港，就找我一起吃饭。然后我也找了我这些，我想说，我就找我这些客家的香港朋友。就这台湾的朋友跟香港朋友聊两句之后，发现说是客家人开始用客家话沟通，你知道，现场就变得很有趣。就台湾的朋友，台湾的客家人跟香港客家人用客家话流利的沟通，很开心在聊天。我在旁边用英文插嘴，就变成说这个台湾的朋友跟香港的朋友用客家话讲，我跟台湾的朋友用国语讲，那香港朋友用英文讲，就变成这样。后来我就在想，我说客家人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语言跟文化传承，把全世界人都凝聚起来。我台北可不可以做这样的平台？您懂我意思吗？我们很希望能够跟客委会，我们客委会甚至世界客属总会现在有这样子一个组织嘛，我们希望能够定期的在台湾把台北市当作是一个世界客家族群的一个重要的据点。我们希望定期会有国际的会议啦，或者有各种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活动啊，甚至表演。你知道，我想客家民俗的这种戏曲啦，还有很多这种电影、电视。其实我们讲观光的时候，常常讲会讲故事。当我们在讲观光的时候，我们跳开来客家的这个东西，我们讲观光的时候，观光一定要能够讲故事。那我可以跟你讲，你回到客家的这个文化当中，可以讲的故事太多了。这种全世界从自古到今，全世界有多少客家人故事可以去讲？那我觉得类似像这样的，我们把这个客家的这个全球化的一个客家族群的这种一个重要的据点，跟我们本土的这个客家族群的活动，我们把它聚在台北。那我觉得像这些会馆啊，或者是我们很多这些我们所打造的这些公共空间，它的使用就不可能流于浪费，或是变成这种好像多余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去发扬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话，其实你把本地跟国际来结合，你还是需要有这种空间的。除了客家政策之外啊，其实台北市这个1级战区，现在其实几乎变唯一战区，就是媒体大家会关注的焦点。那其实大家可以关心一下桃竹苗，我们客家当地的选战是。那其实台北市的选民，还有我们很多其他县市的选民，其实他们不太有机会可以知道候选人的政见了。现在其实，那如果说您可以挑出您最重要的，您希望在台北市，您要打造台北市成为怎么样的城市，您最重要的政见，很短的时间你可以讲的，你会是什么？如果您觉得我要讲一条的话，那就是区域的均衡发展。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参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不同区域的均衡发展。因为台北市来讲，虽然说整个台北市来讲跟其他县市比起来，在发展上来讲当然是比较成熟，也比较跑得比较前面。但是即便是这样，你在台北市本身还是存在一定的落差哈。所以我希望这个区域的均衡发展会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跟执政的未来的一个方向。那当然这是第一个。你如果一定要我讲一个重点的话，那区域的均衡发展一定是最重要的东西。那包括我们希望把这个西区重新建设起来，台北市繁华的这个过往的这种我们讲老台北的这种风光啊，我们希望把它重新把它恢复起来。台北市西区，然后东区呢，我们希望它再能够升级，就是现在台北市的东区，未来的港湖区，我们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科技的东都心。因为透过南港三铁共构明年要开始运作的时候呢，我想整个内湖南港
哦，内湖当然因为有内科，南港的话，因为我想三铁共构，未来大家就会发现，就是说南港跟内湖这个区域，过去大家印象当中是台北是比较边陲的地方，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未来就是都市的中心，借由它再去辐射到汐止跟基隆这边整个区域，哦，那当然北边的北投跟南边的文山，这是我们发展台北市观光产业的2个重要的引擎。我叫他们 turbo 啊，就是涡轮引擎，还不是一般引擎，是涡轮引擎，你知道？这是我们未来在推动整个台北市观光产业 GDP 成长最重要的2个区域啊，我们北投跟我们的文山区，因为他们观光条件资源更丰富。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简单的讲，大概还有包括创新的台北，就是我们在产业政策方面，希望推动以创新为主要思维为主轴啦，以创新為主轴的各种创新型的经济啊。那包含这个经济不是只说只有文创啦、设计啦，或者是这种生物科技或医疗，或是园区的建设，不是只有这样的。事实上，包括很多传统产业，透过这种一些创新的商业模式、一些创新产品的设计，包括像很多像我们前一天去，我讲到这个也可以讲一个客家的一个东西，很有趣。就客家有很多传统的这种意象，客家的意象，透过一些现代化的设计，其实它可以做出很好的一些产品。我前2天参加一个婚礼，就新郎新娘送一包米，小小一包米，它的米的那个布呢，就是包的我们客家的那种花布，你知道，然后上面一个小小的竹子，做得非常漂亮，就是类似像这种客家的印象的元素哈。它透过现代化这种创新的思维跟设计，它可以变成非常好卖的商品，就不是只有客家人买，其他所有人，包括外国人都要买。这是我讲创新的概念。那创新的一个台北，那我们当然希望通过公民的台北。那所谓公民的台北，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广开我们的这个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倾听民意哈。那么扩大市民的参与，特别是在台北市公共空间，比如说我们将来想要达到客家亲子馆，或者是我们讲的义民文化会馆，类似像这样的公共空间，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市民更多的参与，在设计上，在这个在我们的改善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能够扩大公民参与的方式去做。那其实这个部分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公有市场的改善。我们常常讲这个公民的台北哦，在很多台北市重要市政，特别是公共空间的改善的时候，一定要重视使用者的经验。那使用者经验怎么得来？其实就是从我们公民的参与当中去得到这方面的经验。那当然，公益的台北，我们包括我们要惜老扶幼啦，保障弱势啦，包括原住民哈，原住民，我想这都市的原住民是比较相对弱势的一群。然后新住民，那尊重女性，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那我们也希望包括社会住宅的兴建，还有英法族的照顾。那这个就不止，这是跨族群，每一个族群都有这个问题。台北市基本上就是高龄化的社会，所以我们讲这个英法族的照顾，还有婴幼儿的照顾，那这个部分来讲，我想都非常重要。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打造一个高效率的台北，基本上就是希望能够不断提升政府的这个行政的效能哈。那尤其是我认为这个松绑跟自由化，这是有一个我非常核心的概念。那换句话讲，不合时宜的法规松绑，那么不必要限制移除。我们希望真正能让民间的竞争力能够发挥，然后同时在推动政府行政效率的改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当然，国际化的台北，我们刚刚就讲，希望把以客家的事务来讲，我们希望把台北市变成将来一个世界国际客家跟本土客家一个结合的一个地点，这是国际化的一部分哈。那当然，国际化的意义来讲，事实上不只有好像说这个外国人来这里，或者我们台湾出国哈。这个国际化的意义就是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过程来帮助这个地方创造更多的机会哈。那么也希望能够让国际化所创造出来的利益能够让更多人来分享。那你比如说我们2016年有所谓世界设计之都，我想客家文化在那个过程当中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哈。那我们2017年还有世界大学运动会，那中华民国政府是迁台以来有史以来所举办过最大的体育赛事。这两个活动当然只是活动啊，但是它背后所彰显的这种国际化意义，就是说这是台北甚至是中华民国再一次站上国际舞台非常重要的机会啊，那但是也是挑战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来讲，国际化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国际化来讲，我们如何去培养，让我们台北市的人都可以去
分享到国际化的利益，其实还是必须靠教育所以从教育来讲，我们可能必须要加强我们下一代在外语能力上的这种培养，然后国际视野的培养。我们可能从小学开始，我们加强，比如说外语的这种能力的训练，到国中、到高中之后，可能会有所谓高职，包括高职在内，高中在内，我们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做交换学生啊，出国进修就是说这种所谓交换学生的这种模式来扩大大家的视野。然后到高等教育的时候，我们鼓励大家出国留学，设置奖学金，就是我们必须从根本上，从教育上来提振我们下一代的国际竞争力，才有可能在国际化的过程当中变成赢家，而不是一起输在起跑点。这当然是我们几个主要重要的概念。那当然你说其实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这个大家比较忽略的就是台北市的财政的议题，这个是蛮重要的那只大家因为这个东西比较复杂，所以大家比较没有那么太大兴趣去了解。不过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不管是照顾老人、照顾小孩、社会住宅的兴建，或者是弱势团体的补助，其实到最后我们都是需要花钱的。那台北市在教育跟社会福利的预算方面，其实已经占了1/6了。那经常性的预算占了8/5，资本门大概就占1/5。资本门当然就主要是我们投资未来的部分只占1/5，每年都要花的钱占了8/5。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配合交通线的打造。我们刚刚讲区域均衡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交通线。交通线怎么讲？捷运，南北环线的捷运，民生汐止线或汐止民生线这样一个打造。换句话讲，将来你在台北是要做很多的工作，但你不能没有足够的财政的资源去支应这样的工作，要不然你讲的都是白讲。那我个人可以很负责任打包票我是这方面的专业我的过去的训练就是用最少的资源去创造最高的效益，应该这样讲吧，用最少的预算去为大家提供最好的服务。我想这是我比较擅长的地方，也是我真正认为可以比我对手做得更好的地方。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将来希望能在财政上的一些革新的做法。我认为这会是台北市将来推动很多建设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关键。参选人当然要提出有愿景、有说服力的政见，不过很遗憾的，大部分选民没有太多机会可以听到。那其实台北市它最近好一阵子了的选情就是账户跟财产，都是重点都是这个。那在有限剩下大概1个半月的时间里，您要怎么争取您的我们说基本盘以外的选民去听到你有这些想法？我常常开玩笑，我说我好像在做直销，你知道。我说，如果真的开放直销，我觉得我的成绩应该算蛮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媒体没有什么兴趣去报这种东西，不是每个媒体都像你一样会去问这种问题，你知道吗？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是把麦克风一来堵麦，然后告诉你说，他骂你什么，你要不要回应一下？好，或者我们讲一句话，他给你扭曲，他给你哭手。绝大多数媒体现在都是走这样的模式了。其实我们大家心知肚明，有冲突的啦，有争议的这种东西才会有人看嘛。我们这样平铺直述讲我们的政见，大概上不了那个编辑台都上不去了。我才 Q 表怎么讲 ，Q 表都上不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把握机会面对面去跟选民沟通。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的累，但是我们觉得很有效。所以我们只要掌握到机会，像有摄影机在我们前面，我们一有这个机会，我们就拼命的在讲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愿景，那跟我们对手比较不太一样，所以他大部分时间大概都在酸我，尖酸刻薄在骂我。但我们的想法就是，只要有人罩我，只要有人能够愿意听我讲，我就一直讲，哪怕20个人的地方我也讲，10个人我也讲，你知道吗？就变成说，我们逮到机会就一直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理念。那当然，我们也发现过好几次，当我们要开始讲政策的时候，那媒体就把麦克风拿下来，有的把摄影机就摆下来，就不拍了。那我怎么办？我们想到一个方法。有一位柯世海先生给我很大的一个灵感，我就学柯世海，我讲话旁边拿2块板子，我逼着你一定要看我的政策，你知道，已经到这种程度，就是到这种程度，就是这也我不能讲说是悲哀了，但事实上就是没有人想去对公共政策有兴趣报道，那我总可以自己想办法自救，总可以吧？所以我们就学柯世海先生，以后我只要讲政策，接受采访，旁边就是2块板子，把我的政策写出来。所以你要照到我脸，就一定照到我脸旁边2块板子，没有办法，就是这样。我们只能把握这样的机会，然后透过网络啦，透过纸板的文宣啊，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就类似像这样的最传统的方法，来打破现在这种就是口水战的
这种报道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对台北市未来的愿景以及政策。喺台北市也嘅一級展期，我哋三下落去访问嘅係吴东西省份长线嘅台北市中长线人口文站，柯批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阵子打选战一定是全台北市走透透哦。那加上您之前医生的身份，其实应该接触到蛮多客家乡亲。这段期间跟之前，您对客家有什么样特别的接触经验吗？其实你们都忘记了，我是新竹人呢。哦，所以我以前所以成长过程就有接触这样。新竹市还是闽南人比较多，可是新竹县都是客家人，特别从杨梅以南从杨梅以南一直到苗栗反正只有新竹市是闽南。我那念国中的时候还好是新竹地，我念新竹中学的时候，我们同学有一半是客家人的。所以事实上我跟客家人的交往是在新竹中学时代就开始了，因为一大堆同学从桃竹苗来嘛，所以并不是说要选举才接触到客家人。我在我4、5岁的时候就很多客家的同学。所以其实对客家本来就是生活环境以前就有的，就很了解啊，因为基本上新竹那个地区就新竹县几乎都客家人了。那到台北之后呢？尤其这阵子打选战，反而台北，因为市长在新竹它很明显，你知道，他就说你只要到那个地方都是客家人嘛。反正在台北市因为整个他没有特别跟你讲，你也不晓得他是客家人。对。可是在新竹你很清楚，他就是客家人，因为他就住在那里。台北市其实有不少客家乡亲，大概超过46万，以客委会最新的调查，其实有大概1/7。但是您刚才也提到，其实，在台北不讲就很难知道。那台北的客家大概都是在比较特殊的场域，或者是公家机关、交通工具上，才可以听到看到客家比较明显。那如果您当选台北市长，您觉得台北市的客家政策还可以有什么样子的发展？我倒觉得第一点是要先解决大战略的问题的，就是说，我们先想台湾是一个多元生态的岛屿嘛，所以我们台湾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我们在看待客家文化应该把它是说，它是个多元文化 ，OK， 但有闽南语是闽南语是主流嘛，但是不管是原住民啊、客家文化，或者说甚至日本人、西班牙那些都把它视为是台湾文化一部分，用这样来想的话，很多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应该这样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台湾是个多元文化，那么因为有客家文化，让它的整个文化更丰富、更有趣，应该是这样。所以我倒觉得，如果这样想的话，你知道我就是把它视为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这样就好了。那生活一部分的话，当然就是说，你就知道它是我一部分，所以你会想要认识它，要了解它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对整个客家文化也许我们要一个比较高度。什么叫高度呢？因为不管怎样在整个华人世界台湾还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地方。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我们台湾还是最民主、最自由，虽然不是很完全的那香港是有自由没有民主，那新加坡是有民主没有自由，那大陆是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所以，如果在一个整个华人地区来讲台湾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地方，那我对于客家文化，我们就不要认为它是台湾或是台北的客家文化，我们能把这客家文化变成整个华人世界的客家文化，也就变成一个叫客家文化之都了。那这样想的话，所以如果我们把客家文化视为是我们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又希望说，这个客家文化是在整个华人世界的客家文化之都，这样来想，我们就可以都在逻辑在想说，那整个台北市的客家文化应该怎么做？事实上，我们有客家文化馆也有客家文化园区嘛，我就一直觉得它好像没有达到经济规模，也没有达到说我们刚才想的它是一个可以承担起一个这个华人世界客家文化之都的这个角色。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角色，如果假设我们要成立一个华人客家文化之都这个角色来想想看，你觉得我们的客家文化园区应该怎么做？
这样思考很多逻辑都不太一样。它应当是一个展演啦、文创啦、教育啦，很多东西都可以放在那个地方。比方说，客家电视台是不是可以放在那里面？比方说，它是不是可以提供很多教学？那很多中小学关于这个客家文化就去那里上课 ，OK。它是不是一个展演场所？比方说客家衣服啦，蓝衫那一些，很多这种美容的雨伞、纸伞啦，它是一个，它是一个文创，然后展演，甚至它是不是，比方说外国观光客来的，他事实上也不用到，其实你看一个他特别跑到苗栗去看什么表演，他不如说我们在台北市就有一个地方可以表演客家相关的表演，所以它应该是一个文创啦、展演啦、教育一个 complex， 甚至它是一个那种媒体的一个这样把它合起来。我倒如果这样想的话，你知道，整个客家文化应该会更成功。所以我倒觉得客家文化园区它应当是一个 complex， 一个复合体，就是把这个展演啦、文创啦、教育啦、媒体的功能全部是不是放在那里面？那这也要达到经济规模。所以我倒觉得是这样嘛，有时候高度可以决定一切。我这一次去美国，你知道，我到纽约的时候，我还特别去问那个纽约文化局长，我问他说，这个，我跟他讲说，客家语是不是对于保存客家文化非常重要？结果他跟我说很困难的。他说他说文化比较容易保存，文化宗教比较容易保存，语言反而比较困难。虽然说语言是还是要保留了但是他说，但是如果你心态上是说能够保留他的文化，说什么意思？你知道？他说第一代都会讲，第二代就是2个语言都会讲。他说一个外国移民到美国第一代是会讲他原来的语言，到第二代是英文也会讲，他原来也会讲，到第3代常常原来语言就不会讲了。他说你想想看，所以我也想到他客家文化是这样，如果那种穿那个衣服，客家的衣服嘛，这个很容易保存的。他知道我是客家人，我穿那个客家，或者说我时间到去参加移民祭，这个他都很容易保存。可是不见得那个人家教会讲客家话，反而不是那么容易，他反而讲得不是很好。所以他跟我讲说语言是可以努力保存的，但是他说那个很耗力气，而且很难成功。所以他说你应该要花多一点力气去保存文化跟宗教。他说这个比较根深蒂固，可以传得久，这个先巩固了再做语言。所以以前我一直以为说语言是 first priority 是最优先的。后来听那个纽约文化局长跟我讲，好像还有道理。所以我们应该想想看，你知道可以代表客家文化的东西有没有？我们如果在台北市让它发扬光大，义民祭祀嘛，对不对？很多客家的文物，它的特殊的服装啦，或者说它的，当然美浓纸伞这个我小时候就觉得很好玩的。像这种东西，如果他一直做一个客家人，他会对这种东西会有保存，会弄，那每个人觉得这个很好看，很有趣。这样的话，也许客家文化在整个我们台北社区里面，在台北市里面，会反而比较容易 well preserved， 比较容易保存下来。反而在这个基础之下再去思考客家语怎么保存。如果一开始把所有力气都想要保留客家语，反而会力大而不容易成功。这是美国纽约文化局长跟我讲的。您是少数直接这样说，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语言的保存最困难，然后也很多人会说，政府其实不管给你多少经费，如果你自己家里不说，这个语言就是很难保存。那他跟我讲说文化宗教比较容易保存，他说语言很困难，所以他说能够做的先做，先巩固再讲。这个，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个是因为美国纽约是一个多文化的城市嘛，多元文化的城市，他的经验我也想或许有参考的价值。不过您刚刚说，如果它是一个华人的客家之都，在台北市，它可能有一个整合的资源在这边，那经费其实就其实有这个另外一个概念，像这种我去纽约也是给我启示，你知道，纽约现在最近5年最大的工程改造市区改造就是那 Highland Park，就是把那个高架铁路改成空中花园。它会成功，并不是说政府，它虽然台北那个纽约市政府花2亿美金，但是它更多钱是整个社区去 support 它。所以回答你的问题了如果让那些客家社团有一个园区可以去发挥，可以去作用，所以它的，比方说你要展演，你知道但当然不是政府出钱去，有很多社团来办展演。所以回答你的问题了什么事都要政府做特别是文化的东西很难
只靠政府做撑不久。所以如果结合这些客家社团，你想想看，假如说有一个客家文化园区有个展览的场地，对不对？然后就这个礼拜是谁来表演客家歌曲？有客家歌竞赛，下一个是那个什么？那客家歌竞赛就可以，像我们这个海选机关呢，我们会开始鼓动说，客家歌曲创作比赛，那收件在表演，那表演所以这种带状性的节目，这种就是，其实这个要政府花很多钱嘛，也没有，这个就是社团的力量。所以展演只靠政府的力量去maintain很困难所以我就要觉得这样你看你刚才讲说这个要花很多钱，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做那种客家节目，它不是只卖到台湾的客家人社区，它是卖到全世界的客家园区。所以一个客家电视台，它有个雄心壮志，说，我现在做的节目不是给台湾的客家人看，更不是给台北的客家人看，我是要卖到新加坡去的，卖到马来西亚去，所有全世界有讲客家语的地方都会用我们的影片，这才是成功的地方。所以有时候还是立足台湾放眼世界呢，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所以您觉得其实现在譬如说平台其实也有一个地方，譬如说主题文化公园有了，然后政府单位也有了，缺乏的就是把它整合起来，怎么资源整合？缺少，所以政府要扮演的角色，它是一个协调者、整合者，而不要幻想说政府什么事都靠自己做。我会发现所有的社会企业呢，我发现将来台北市的社会福利企业，你说什么老人英华族照顾或者说那种托儿所安亲班，哪有可能政府去做？不太可能，还是要社会企业的方式去解决。所以在政府做跟完全的私人当中，社会企业是介于其中，比较 practical， 比较务实的做法。我想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除了客家政策以外台北市现在几乎我们说唯一战区，话题很多，但是其实民众听到政策的机会就很少了。那您在 YouTube 上其实有不定期会发表您的新政，大概现在好像有25个了。那如果说您要挑出1、2个，您觉得最能代表您就是比较希望是开放创新的政策的想象的话，您会举哪几个？很多了，我想，其实我倒觉得政策不要每次在想说那种大建设的什么10大建设，倒不叫，我倒觉得很 practical， 很务实那可以执行的。我倒如果问的话，那个统一挖补共同管购，这个就讲得很清楚了。路平不是老百姓最抱怨最多的吗？可是解决方法8个字就解决：统一挖补共同管购。不管谁要挖马路，全部到台北市工务局统一登录，要工务局统一挖统一补。那挖的时候就把共同管购埋进去，以后就减少再挖的次数。像这个我倒觉得政策不见得要去讲那个什么10大建设讲一大堆，什么西区翻转的，讲一个很务实就是做得到的。统一挖补共同管购。我还有一个印象就是您好像大概第3个、第4个就发表的参与式预算，它可能对一般民众来说也是蛮新的一个做法。比方说参与式预算，那比方说的我客家委员会要花的钱，你知道，需要我每天去烦恼说我明天要怎么花，不会，欢迎所有社团提案。你说这关于这种客家人你的计划是什么？对，你议案 proposal 就是提案提上来，那我们审查过可以就按那个做，这个议案就可以当做客委会的一个年度的预算去支出嘛。这就是典型的，就是说由下而上全民参与来形成政府的政策。如果没有这些社团的参与，然后每天坐在办公室想说，那客家委员会明年要做什么活动，何必自己发明？听他们的意见就好了。我发现您在很多的访谈当中其实好像感觉得出，加上您之前医生的经历，您蛮重视 SOP 的。对您觉得这个以前您医生的经验用在市政上，可以？那 SOP 是很重要的概念在哪里我在美国住过，你知道，如果你说，美国人在很早以前，这个太空船可以跑到月球去，他靠的是什么？我每次说这3个字 ，protocol 就是那个叫操作程序protocol。其实简单的讲，换成中文了按表操课。checklist 你看起来很笨拙，其实它是很有效。我们叶克膜就是这样成功的。叶克膜装上去，第一步要检查什么？第2步抽血，
去测凝血功能多少。第3步，如果凝血功能多少，那个抗凝血剂要开多少，它就是1、2、3、4这样才不会出错。另外一点，如果有一天出问题的话，因为大家动作都一样，才知道去哪里检讨嘛。如果现在你都没有 SOP 呢，就每个人随性去做，现在出问题了，糟糕，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人的问题还是系统的问题，根本不知道。所以做一个科学家，你知道，特别是那种很精密的，作为我们外科加护病房算是精密医学嘛，对不对？这种很精密的东西有没有？非常强调 SOP 因为没有 SOP， 你根本没办法改进，也没有办法品质保证。您自己看，很多县市政府如果被民众觉得它的效率并不好，其实很大问题会是这个吗？对啊，比方说的哈，据我所知，你说送一个去台北市政府申请都更案子，到他跟你讲说有通过没过要7年半，你就骂他说这个怎么那么没有效率啊？我派一只乌龟去送公文都比他快。好，按照下一步嘞，如果有 SOP 就简单了，第一步的流程图很清楚嘛，对不对？他第一步花几天，第2步花几天，他就很清楚啊，你就知道说哪一步是要出问题嘛，你可以统计起来嘛。所以如果你一个公文进来你那个流程图都很清楚，在每一关卡多久，30个case下来就可以做统计的，就可以知道谁要负责，谁要改进的。所以政府流程、政府速度的改进有没有？其实 SOP 标准作业程序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觉得市长其实很重要，就是把你那个顺序都定出来。对啊，每个公文的流程都很清楚，有流程表，这样才知道说这个步骤花多少时间，这个步骤花多少时间，问题才知道出在哪里。不然你说这个台北市政府审查都更案花了7年半，你骂他很烂很烂，然后你知道去哪里改不知道。所以那有流程表，你只要收集把过去30个 case 统计出来，你马上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阵子您一定越来越了解台北市民还有市政，您对以前在医师时期的时候，譬如说您刚刚说 SOP 的想象，把它套用在市政，跟你之前想象打选战之前想象会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您觉得要套用在市政？我觉得万流归宗，你的世间的学问都是一样，其实做什么都一样。打选战，你想想看你打一场选战跟指挥一个外科加护病房，其实差不多意思一样嘛。内容用的工具都一样嘛，什么那种偏根计分卡的，什么 RCA 的root cause analysis， 就是说你可以用的一些管理的工具有没有？都一样啊。管一个竞选总部跟管一个外科加护病房，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所以对有人质疑说，医生真的可以来当市长吗？您觉得这个质疑其实是很无稽之谈。那为什么没有人去怀疑说律师为什么能来当市长嘛？奇怪，怎么会问医生能不能当市长？我还觉得我们至少我们每天都在应变，你知道？我像我当外科加护病房主任当了17年，你知道？我每天都在处理危机，每天一下但是我们每次处理完以后，我们都不会就这样解决掉，我们都不以个案处理，我们都是说，回去看这个个案，它后面代表 SOP 哪个地方要改，所以表面上每天都在应付不同的 case， 可是我们越来越 smooth， 越有效率，越快。所以80-20法则的，80%的力气是对付20%的东西，20%的力气对80%的 routine， 就是比较常规的。我觉得我后来发现世间的学问都一样，世间的管理原则都一样。不过在您决定打选战之后啊，跟你原本想象的，就是打选战。现在您受到的关注那么多，要处理的危机，跟您的想象有差别很大吗？坦白讲，我在台大当外科加护病房主任或者管器官移植管外伤、管重症、管急诊，你在相对之下管政治轻松太多了。反而轻松吗？至少我们以前一个晚上被叫起来5次啊，至少现在很少半夜被叫起来。然后我跟你讲，那个 CPR 你知道在 CPR。你有30秒钟决定要给他死掉，还是说我们要装叶克膜？好，30秒开始决定，因为你不能拖太久，太久就不用决定了。因为时间太久，他已经脑死了，你也不用做决定了。那种压力才大嘞。相对之下，我每次说我以前是绑铅带，你知道，现在练轻功要绑铅带，现在处理市政等于把铅带拿掉，太轻松太多了。所以这阵子我们觉得就是非常很多话题沸沸扬扬，其实对您都觉得其实是小 case。不，人家说越打神采飞扬，神采奕奕，你不觉得吗？我体重也没有减轻啊。没有。没有啊，完全吃得好，睡得好。
所以越打精神越好。所以这个差别其实对您并不是那么累的。那人家说，相较之下，现在比起在台大当外科，轻松太多了。真的，以前的压力多大？那个 CP 啊，那家属跪在那里哭，你又要处理病人，又要去安抚家属。那个晚上被叫起来5次6次，然后一躺下去睡了。科医师那个胸管流出1000 cc， 现在怎么办？再怎么累都爬起来去看了。以前那日子更痛苦，现在比较起来，这个是太轻松了。现在的差别是不是只有可能家人会比较受到牵连？也不会啊，我家人都过个人的快乐的日子，也不会跟我没什么关系的。就是那我都调试得很好了，也还好啊。因为以前的爸爸就很少在家，所以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啊。其实您的个人特质非常的鲜明。我们在一些采访中也可以看到，您其实对自己都非常有自信，就像您刚刚也展现出来。您觉得您这次出来参选，除了说是政治素人以外，您出来参选对台北市的选举，甚至对台湾选举，您觉得会有什么样子的作用或影响？这个就是所谓新三民主义嘛，庶民、乡民、公民。所以叫庶民，你知道，就是说，理论上政治是人民所共有啊。如果一个柯文哲都可以去从政的话，这对很多人来讲，它是个鼓励。比方说，你不一定要去依附政党啦，要怎样的哦。所以开始政治为人民所共有，就庶民主义嘛，对不对？乡民的这还蛮有意义的，这什么意思？你知道？我认为的哈，在很早以前，我们人类是直接民主，可是后来雅典的时代是直接民主，后来到国家变大，它不可能一定要间接民主，所以出现政党政治代议政治。可是 Internet 的出现，网络的出现，我们又开始有能力去大力处理大海量资料，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是从一个间接民主，要再走回直接民主的过渡期。所以我也是乡民主义的代表，它代表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网络的出现。你想想看如果没有太阳花事件没有太阳花学院，没有洪仲丘事件，今天不会有柯文哲。柯文哲是在这种新的网络技术出现以后才出现的新的政治人物，所以庶民、乡民，他最后是公民。我倒觉得我们开始在讲开放政府、全民参与的，就是说我们要把选民变成公民。以前就是4年只有1天是选民嘛，在政治跟完全没有关系。可是我们在过程当中，你看看我们海选，就是说，我们办公室一半的人，我每次看一下说，我们办公室有一半是马路上捡来的，那种海选嘛，对不对？我们的竞选歌曲也是海选，就是上网公告，请大家来投稿，做出来也有模有样。那竞选歌曲就人家做1首，我们就有12首，而且有不同的面向所以这就改进。你看那我们开始选局处长，我们用遴选委员制度，不是市长一个人决定，有遴选委员会去向社会征才。所以我倒觉得慢慢这个庶民、乡民、公民它代表是一个政治重新为人民所共有。所以柯文哲当市长不是柯文哲当市长，是柯文哲把市长的权利拿回来，重新还给全体市民，这叫庶民主义。它这个乡民主义，它代表网络世界的出现产生的新的政治人物，它代表这公民主义。这个社会你知道从此政治为人民所开始真的共有，它开始有这种公民的活动、公民的意识。所以事实上这场选战在整个台湾的历史上，它不仅是在台湾历史上是首创，甚至是可以在整个世界的政治史上，我们有一次开始可以跑到世界的前端去，所以它是有时代意义的。每天这样子很多机构啊、媒体公布民调，所以您其实不介意？没有啦，是啊，民调是这样，民调是看看把它当做这跟准备大专联考一样，永远没有准备好的一天了，所以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每一个民调你看一看，我们这个要改进，再做。所以不管领先多少，永远都是改进的一个参考。从决定要参选，您就有觉得我会当选吗？哇，这个蛮另外一个概念的，这个叫心中无招，手中无剑，你知道，就是说你没有想要赢，这样才会赢。这个很高的境界。可是越接近的时候，总是会有。不会啊，你看我越打心情越平静哎。所以我每次说这样选战，我从头到尾我只要做我自己就可以。别人都要装，越装越痛苦。所以人家说什么 working stay， 我说我是 working every day，我每天就做我自己啊。可是人家他在装得很痛苦啊，我不用啊，我就做我自己就好了。所以那些慢慢修正，你觉得还是
还是做你自己为主的？不然我还是做我自己的，但是有在修嘛，该修的就修了。不过有时候还修的不是很成功，还是这样。不过然是这样的哈，我们就是变才是不变的真理嘛，这大家都晓得嘛。所以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每天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想办法在修正。其实有时候还是也不见得一次就成功了。不过我觉得是这样的哈，这个选举还是我相当确信，它改变了整个台湾的历史。好，非常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不会。